喺屋企玩100寸以上嘅家庭影院，但又怕100寸電視入唔到電梯，入唔到門口。Epson EHLS 9000W 就係你嘅靈活解決方案。佢使用 Epson 3LCD 鐳射投影技術，獨家專利 4K 影像技術，大幅度鏡頭偏移投影，2小時光源壽命。現在睇下 Epson EHLS 9000W 的現場投影表現。LS 9000W 使用 Epson 3LCD 鐳射投影技術，3塊獨立 LCD 面板分別負責紅、綠、藍，全時間同時顯示，因此基本上係零彩虹效應。LS 9000W 2200流明亮度，畫面真實自然，睇好耐都唔易眼攰。2小時光源壽命，每日睇5個鐘，睇足10年以上都唔係問題，唔使換膽，認真慳剪。LS 9000W 動態對比度高達250:1，鐳射二極體比傳統燈泡機更快、更正，範圍更大，暗位表現尤其出色，即使接近全黑嘅場景，細節依然清晰分明。現在示範超大範圍鏡頭位移，直接調節鏡頭位移，安裝彈性一流。安裝時可觀看測試圖樣，睇畫面是否平直及顏色隔離功能，讓你分別查看由紅、綠、藍3種主色獨立構成的畫面，幫助你進行進階的專業調校。仲有4角修正功能，可以逐個角拉大縮細，及內置影像增強功能，提供5個預設模式，即時見到效果，對新手設置投影機極友好。LS 9000W 冇內置智能系統，需要外接視頻來源。Epson EHLS 9000W 集旗艦級鏡頭、鐳射耐用性、靈活安裝同出色畫質於一身，係打造私人影院嘅精明首選。